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咱的名字就听亲强劲，心肝就强逼，心受真理，真正欢喜，期待的主名，主上帝传递，伊不在无限，主上帝知道伊属何人。第二集。因我的地被上帝是条，你受死心家替咱的生命，救主老宝贵洗咱的罪，团主的好意。感情难丢罪，只罪我路主，哈利路亚，专心何在主，比你荣耀。这是向咱国献到信息383首。这首信息是咱台湾本土的牧师杨世阳牧师所写，就是罗马书12章的信息。第一章就是罗马书12章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的信息歌词是写第3章到第5章，第4章写第6章到第8章，第5章写9章到11章，然后接算是13章到16章。然后最后就将规个12篇拢写了，所以咱今日唱回应诗的时阵，会当吟唱这首，然后回想一下顶礼拜咱听到什么信息，然后今日咱阁听到什么，咱做伙来试看卖来唱第一节。心的夸赞，这是上帝心所欢喜，心灵何塞无价，无的价值世间相关，变化我心境。因别上帝善良温存，他欢喜的旨意，存到家己跋过，照你心心温柔，咱的基督这最期待。神的告诉高高是人，帮助着伊心心，欢喜你了给，情共好。
好没电。好，第六十，我讲这毋是台语人的歌吼，有够歹读的，咱来读一个试看卖。预备开始，强吉圣道，听出外人着祝福，祝祝同乐同忧，款待三工，心节无的好歌。但是看白话字吼，靠鼻音尔好，我头拄练个好，我鼻仔咧底就真个好歌，好，所以真趣味、真奇妙的信息歌词吼。好，第70咱搁来读一预备来，恁着专心，都无好事，尽力三好人来。因为心愿在地上主，就用好卡也歹。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悟，再去写礼拜。各位兄弟平安。主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心准备下面的敬拜。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上主的仆人啊，恁着称赞，着称赞上主的名，愿上主的名受称赞。对现在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即时咱来吟圣诗，圣诗273首，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
像咱犹原徛着这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也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同在。要记得多人来受苦，定是未过，是来做录音，是啊。上帝的大病，伊要对呀来反叛我人个心，信息讲到现相同，下来，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14篇，也是诗篇46篇。现着我来启，兄弟来引。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哗哗好，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指间站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这时，咱三角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阿爸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伫你演出看顾的面，阮经过一礼拜平安顺遂，阮也为着身体欠安的人来祈祷，求主会当。伊伫看顾临到因的中间，互因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搁一届来到殿里来敬拜你，阮献上感谢。前2天教会举行中职共食营，所决议教会未来的方向，拢有你的美好旨意甲启示，互阮众人无办单心志热情，继续来服侍主。为着福音宣扬，继续跑走，阮献上感谢。教会设教740年，后礼拜要来举行感恩礼拜，来纪念先人设教的辛苦甲精神，提醒阮继续承接宣扬福音的责任。阮献上感谢。这时，阮要开始敬拜，求主圣灵临到中间，和牧师所讲的会当拍动阮的心。启示阮的灵，互阮的灵命得到把助。这时要开始敬拜，敬拜之前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这时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12章9节到21节，罗马书12章9节到21节，中文译本第776页。台语译本第349页，现着我来读。听，着诚心诚意，着万分歹，坚持好，着用兄弟爱，互相相听，着真心相敬重，毋通变单，心志着热诚，继续服侍主，着肯望来欢喜。着忍受患难，
着不时祈祷，着帮助恁中间善加信徒，着好款待出外人，着祝福迫害恁的人，着祝福毋通咒诅，着甲欢喜的人三角做伙欢喜，甲哀哭的人做伙哀哭，着同心合意，毋通骄傲，着做贫贱的人的同伴，毋通自作聪明，毋通用歹报歹，着做正人看最好的事，着尽所为，甲正人和睦相处。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为着家己抱怨，宁可互上帝替你受气，因为圣经有记载，主讲：伸冤在牛我会报应。毋过圣经嘛有记载，你会对顶啊枵，就互伊食；喙焦就互伊啉，因为你安尼做，那阵将得道的火炭踏伫伊的头壳顶，互伊面红，才通见效。所以毋通互歹赢过恁，着用好较赢歹。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来行。这是赞美，请圣歌对阮赞美。你若爱我。正道老师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去杀歹，选择神的爱。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这个时阵拄好是季节变换的时期，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季节变换的时期，嘛会当保守咱家己。纵使
咱嘛会当透过安尼过程，互相来相听，因为相听就是上帝所予咱的命令。所以我要邀请你甲你附近的兄弟姊妹有一个沟通。假使你若方便，你会当甲伊握手；但无方便不要紧吼，你会当甲伊讲一点温暖的话，互伊的心温暖起来。总是卖假哦，吼，卖假。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伫在一起时做伙来到这间互你的名设立的会堂内底，求主帮助阮，互阮听见。伫在一起时，你要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罗马书12章一开始，保罗就邀请咱讲。既然咱这个因为信耶稣基督，通互上帝称作义的人，咱就要献上家己。总是免哪献上呢？所以大先爱了解咱这个人是啥物人。保罗对咱提醒，对第3节开始，伊咧提醒讲，爱的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属基督的，咱是属伊的肢体，所以看家己爱安怎，合乎中道，合宜哦。看家己爱合宜，刷落去就是安怎来行，安怎行其实就是听。罗马书12章第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听着诚心诚意，原文其实安尼翻译可能咱读合袂出来。原文的意思是卖假，听卖假。因为这字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2节，主耶稣咧指责遐个假冒为善的人的迄字。然后头前佮加否定自首，所以的意思就是讲假冒为善假嘛，真假，所以加上否定自首，就叫做字头啦吼，就叫做卖假。简单来讲是安尼。这是原本是咧讲当时希腊罗马的迄个戏剧的演员，本来是指迄个戏剧的演员。所以无任何鄙视的意思。总是古早希腊罗马戏剧的演员，拢戴一个红仔面咧演戏，听有意思无？红仔面具，吼，拢戴一个面具咧演戏。古早的戏剧拢安尼。当时，所以后来才会出现这种。假冒为善的人，就看起来真好，但是这个人心内底想的，甲伊面无啥共款。所以近代神学家克兰菲德伊就安尼讲，伊讲刷落来，对第9节开始到21节，拢咧讲听，拢咧表达这项代志。卡巴特是安尼讲，伊讲伫遮。保罗所讲的听，叫做阿加佩。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讲这就跟啊亲像摩西对迄个西奈山顶炸2块石板上帝的话10条诫。第一块石板通常咱拢讲叫做听上帝，第2块石板叫做听人。所以对。听上帝，用迄种听上帝的态度去听人的意思，这卡巴特的观察。罗马书12章第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万分派坚持好。随常保罗伫另外一张批，就是伊写互帖撒罗尼迦教会一张批顶头有写着安尼的话语。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
米到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好个着持守，一切邪恶着弃散。真类似哦。所以斯托德牧师咧讲，你拄拄咧讲听随，讲着弃散，也是厌恶，可能有一点仔奇怪哦，总是其实有一点仔道理。因为听毋是目睭暗暗就去听，听毋是安尼哦。颠倒变的是真正的听，有明白是非的气力。听的委身是伫咱所听的对象甲事物顶头，对无？然后咧，真正的听嘛会怨恨一切伤害因上最福利的代志。真正的听是安尼哦。所以咱真正爱分别出来，就是咱这个世代。保罗伫罗马书第12章第20咧讲的，这个世代，咱这个世代人的身躯甲灵魂，亲像铁底来断做两截。上明显的例，就是所谓的炮友。我毋知影咱大家知影这个名词无？所谓的炮友，就是将人无当作朋友，只有要满足欲望。换一句话来讲，将人彻底看作是一个物质欲望的被造，为着要满足肉体甲生理的需要，无少任何方便简单的关系，更较糟蹋人的，就是这个世代，咱活的这个世代，更较出现迄种性人口贩卖，甚至只有看器官来交易的方式。这真明显就对最近英国的王室安德鲁王子所发生的消息，咱就要当读到。假使咱有注意新闻，咱会当读到这个新闻。进前几当前有一个电视影集，叫做《The Walking Dead》，台湾来翻译做《阴尸路》，就是僵尸啊，活死人，活死人。内底主角副警长 Rick， 伊伫坟墓内底醒来。醒来了后，伊发现既然伊就伫迄个活死人所伫地的世界，然后伊醒来了后，伊离开迄个已经气散的病院，用尽千辛万苦，转去到家己的厝，发现家己所熟悉的人，所有的人，拢变做活死人，被变做僵尸啊！吼。咱也翻译做僵尸，迄上好理解。所以，但是歹势吼，外国的僵尸甲咱所理解的僵尸可能有点仔无啥共款吼。然后上尾，这个 Rick 找到一个搁活的人，这个人叫做 Morgan。Morgan 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伊将伊家己甲伊的囝就关伫伊的厝内底，隔离伫伊的厝内底。总是不管安怎，这个 Morgan 伊犹原坚持尽伊所有的气力，要为伊的囝来创造一个平常人、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活。伊会读故事互伊听，然后伊咧写文章的写字的时阵，伊阁会当来纠正讲：你这个文法毋对。上尾因做伙食饭的时阵，这摩根阁会带伊的囝祈祷。这个日文的
真侪人收看吼，有几当前真侪人收看即个真出名伫美国电视的影集。这个影集其实咧提醒咱，啥物会叫做咱所需要的听？咱所需要的听，不只爱叫做满足咱家己的欲望。那只有咱要满足家己的欲望，安尼咱就亲像活死人共款啦。真正的听，咱所需要的听是对世界来，因为所有会当改变人性命的听，拢牵涉到交换。上帝甲咱的交换，透过世界。咱甲人的交换，透过这个对世界的听，所以迄需要卖价。需要卖价以外，搁较需要的是爱气色歹、选择好，这才会当互咱活了亲像人。所以要活了亲像人无简单嘞，因为伫这个世界内底真侪人拢活了无亲像人嘞。然后每一个互上帝这个听定心塑造的人，无需要金钱、地位、事业，或是种族、阶级来证明家己是甚物人，是咱会当伫基督的听内底真实分享。起做彼此，然后成做伊的肢体，属伊的肢体。罗马书12章第10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就用兄弟听，互兄弟爱，歹势吼，兄弟爱，互相相听，着真心相敬重。咱来知影，伫福音书内底，主耶稣看一切遵守伊旨意的人，是伊的兄弟姊妹甲伊的老母。我毋知咱敢捌读过这个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初代教会信徒就对主耶稣的话开始，伊也用兄弟姊妹互相称呼，所以后来。伫咱的教会内底，咱也会称某某兄弟，或是某某姊妹。透过安尼来表明一项代志：你是我属主内底的肢体。然后，这个兄弟爱也出现伫帖撒罗尼迦第4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关系兄弟姊妹相听的事，无需要阮写啥物互恁，因为恁家己已经受到上帝的教示，爱互相相听。这就是保罗咧对咱讲的，真实的听，你免讲伤多。圣神自然就带咱去啊！咱若真正领受到迄个真实无假的听，圣神自然就带咱去。保罗伫另外一张批，就是这张批内底，劝初代教会以及咱爱知影这个听，珍惜这个听，然后珍惜，就亲像我时常伫真侪团契内底咧讲的，假使来到团契，来到教会，毋敢讲真正的话，那安尼就去了。真实的听，就是卖假，总是这个卖假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真心相敬重，所以爱选择好，气色歹，然后爱互相敬重，迄个互相敬重，和本来翻译做推让。然后新约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这个推让
原文的意思是，我会当行伫你的头前，为你带路。所以这项代志，互我想起，若要得到要尊荣人的大声，咱爱做的代志。要尊荣人的大声，咱若要互家己得到尊荣，咱需要搁较做搁较好。罗马书12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通分担，心志着热诚，继续服侍主。巴特是安尼讲，伊讲温群就代表实在，实在表达以及贯彻家己会当做，以及家己所做。加里文讲人跟他驴的，人跟他一只驴，所以时常会分担。所以伊讲，咱需要圣神的热情，才会当，互人迄个分担的个性来转过来。所以伊讲，保罗的意思是要将对兄弟姊妹尽职，甲任何珍惜友情、爱情的代志，拢归伫对主的服侍。罗马书12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肯仰望来欢喜，着忍受患难，着不时祈祷。加里文刷落个安尼讲，这三项代志拄好连做伙，因为喜乐对迄个有仰望会当忍受患难的人来，伫患难中会当有仰望的人，迄叫做真正的喜乐。这叫做保罗所讲的，无加里文所讲的。总是加里文讲，即种喜乐甲忍耐、忍受即种患难，是超过咱的困难。免怎？无互咱的心因为受苦两者所抵欢喜，因为拄着不幸，无互伊破碎，这就需要一直祈祷。罗马书12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帮赞恁中间散车的信徒，着好款待出外人。保罗这两个苦劝劝勉，拢甲在米的分享有关系。伊爱咱用实际的行动，用关怀远甲近的信徒来做模样，做听的行动。然后分享也是帮赞这字，这台语翻译做帮赞。和合本翻译做分享，这字其实是团契的意思，团契的动词。咱会知影，伫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出外旅行有真侪危险，迄个旅馆嘛有当时会变做污店，然后行伫路林拢会拄着土匪，所以上安全的所在，出外上安全的所在，其实就是信徒的厝啦。当时的信徒嘛认为，接待人就是一种互相相听的表达。实际上，这安尼嘛是参与宣教的一部分。罗马书12章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祝福迫害恁的人，着祝福，毋通咒诅。这是出对主耶稣的教示。总是这句话真明显违背咱的人性。总是巴特是安尼讲，伊讲这叫做福音要求咱的，因为这就是基督咱所行的。这迫害者虽然迫害，总是受恩的人爱。会当认出，就是咱拄着迫害，就是咱感觉委屈等等。因检采嘛是上帝的使者，
咱若用咒诅来回应，那安尼就落入迄个撒旦的计谋。罗马书12章1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甲哀哭的人做伙哀哭。早期的教父厄里根是安尼讲，伊讲人因为时常因为无应该欢喜的代志欢喜，为着无应该哀哭的代志哀哭。所以厄里根其实有一个观察，保罗是爱咱。伫人上会当表达出真正的家己的迄时，为因甲因做伙，听有意思吼？即句话其实是保罗爱咱，伫人上会当表达出，咱爱知影，其实哭，当然演员会当1秒就哭啦吼，总是。真少人会当1秒就哭。换一句话来讲，咱拢爱伫迄个真实的情形内底，咱受感动，然后伫遐哭，伫遐欢喜。所以保罗其实爱咱伫人上会当显出家己真实的家己的迄时，甲因做伙伫地。当人咧拄着真实的欢喜。甲哀伤的时，留空间甲时间互因，甚至爱为因来奋斗。罗马书12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同心合意。原文其实伫遮并无真适合来表达，原文的意思是体贴。但只有体贴人，才有法度同心合意。有意思吼，咱若要同心合意，只有体贴。所以，新学家认为这甲罗马书12章第3节，迄个看家己合于中道、合乎中道有关系，这甲前后的文学安排有关系。所以会当理解，伫咱中间，伫信仰的团体内底。毋管咱是欢喜还是啼哭、祝福、分享，咱拢爱彼此体贴。就亲像咱的即事，伫大带有祈祷讲，阮伫前2天有举办共识营，所以我伫共识营内底，我嘛听到真正的回应，就是咱中间有人感觉。牧师咧讲道无啥感情，无啥生活。我有一点仔感受是，我需要，所以假使咱有感觉着安尼要逐个回息咧，就是这个讲道，互咱袂感觉保罗伫批信内底。就是上帝话内底要表达出来的感情，就是无法度互咱感觉伫咱的生活得到造就。这是牧师的实质，所以爱逐个回息咧。所以我有欢迎，因为我感觉咱若真正感觉听袂到上帝的话对咱讲话，那安尼上牧师爱拍卡窗。所以我就请。才真正用无假的听，对我伫这个会中所讲的，我会邀请因做顾问团，真正互我知影讲，要安怎，就是因咧听，大家咧听的时阵，毋是摕麦克风的人上大，其实是咱拢做伙大，因为咱拢伫上帝眼中。是做伙，总是免啊帮赞，徛伫讲台顶，这个做人，用有限的时间甲有限的话语表达这个代志，所以请恁爱帮赞我。当时我嘛咧想，
做牧师有一个价值，我若失去迄个价值，可能我就无可能徛伫这个所在。做牧师的价值是我若徛伫遮无讲上帝的话，我就无迄个价值啦。所以要拜托咱大家，假使咱咧听道理的时阵，真正感受袂到，总是有一个困难是，我感受的感情可能甲大家感受的感情无啥共款。所以这就是爱咱帮助我的，就亲像我嘛无可能一世人拢徛伫遮讲道，讲道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我若无尽职，我就失去上帝的托付。所以要拜托咱大家用真实的听对待我，就是真实讲出咱真正的感受，总是咱做伙来体贴，咱拢需要圣神的引带。罗马书12章16节尾到17节，圣经家是认为对这开始是咧讲，咱这个信的人免啊活伫这个无信的世代内底。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唔通骄傲，着做贫贱的人会当判；唔通自作聪明，唔通用歹报歹，着做正人看做好的事。原文其实是4个唔通对句啊，吼，迄是这敢若其实有人讲这保罗伫遮咧写诗啊，这其实是一个对句。你讲唔通，所以是唔通考虑遐个悬的事。咧原文是安尼讲啊吼，互家己甲卑微的人做伙斗阵，任何人拢唔通用歹报歹，要留心伫所有的人面前的好。17节应该是对箴言第3章第4节改写的。罗马书12章1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尽所为，甲正人和睦相处，相处。其实伫遮无翻译出来有一字真要紧，迄字叫做“若会使”。一开始若会使。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咧勉励咱讲，虽然咱爱尽咱所为，甲人和睦斗阵，总是歹势。伫生活甲选择顶头，咱这个人一定有选择的。加利文提醒咱无应该追求得到别人的尊重，去拒绝去承认耶稣基督。同时，加利文佫提醒咱，有当时啊，咱有一个礼貌，咱知影这个社会规矩，所以有礼貌，总是毋是屈服。咱的尊重，同时佫较要紧的是，无应该为着要维持和睦，凊彩人歹所行。所以有人来维持，所以这中间就有真侪生活顶头，咱爱去细致的代志。所以咱讲，圣经咱讲爱甲人和睦啊，所以有人啦伫边仔配喙烂，有人啦插队，啊有人啦安怎伫遐抽烟，无爱鸟是大人。安尼做基督徒要安怎？咱要忍受吗？还是要出声？还是要行动？所以尽力甲正人和睦，其实是一个，用我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圣神的引带。咱爱知当时所发生的状况。
罗马书12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亲爱兄弟姊妹，唔通为着家己报怨，宁可互上帝替恁受气，因为圣经有记载，主讲：伸冤在伫我会报应。虽上圣经已经明讲，这旧约圣经甲新约圣经内底拢有安尼讲。虽上当时的犹太经典嘛安尼解释，所以这拢甲保罗伫遮所讲的是一致。因咧讲啥？因讲报复是上帝的管理，报复这样代志是上帝的管理。保罗咧提醒咱讲，毋通互你受气的心吞噬去，因为上帝囝已经亲身为咱承担，所以爱将你若想要报冤仇的刀去杀掉。信仰学者克兰菲德是安尼讲：人若要靠稳定来活，就袂当为着受气留后步。无有别的方法，就是互上帝来报应。罗马书12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圣经嘛有记载，你的对敌若枵着互伊食，喙焦着互伊啉，因为你安尼做，哪准将得到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互伊面红才通见效。这真趣味吼，贴伫伊的头壳顶吼。其实这全文拢引对箴言25章21节到22节。保罗讲毋通为家己报冤仇，搁爱积极，这种违背咱的人性啦吼。搁爱积极去对待遐个伤害咱的人。我要甲大家讲，这搁较困难。加利文是讲，甚至安尼讲，加利文甚至安尼讲，保罗用食甲啉来指所有的好所行。无论你会对着想要爱你的财产计划或是成就，拢爱帮助伊。所以安尼讲实在是更较困难啦。好啦，本是安尼讲，你安尼做是将火炭贴伫，就是踏伫伊的头壳顶。这句话其实历来就引起真侪讨论。所以早期的教父奥里根就将这个火炭理解做人会因为见效带来更较少的痛苦，这也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理解。主后3世纪有一个文献来指出，将火炭放伫一个盘，然后放伫人的头壳顶，这是埃及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是用来表达对于冒犯人的忏悔。居所多摩是安尼讲，伊讲火炭象征更较悬的报复，因为你互对敌食啉是互因伫上帝面前承受更较严格的刑罚。所以不管咱是毋是做会到，保罗上尾对咱讲这个原则，什么原则？罗马书12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通，所以毋通互歹赢过恁，就用好较赢歹。换一句话来讲，报复就是互对敌的歹，甲家己想要报复的歹所赢。那假使是安尼，不管对敌是真正得到死刑。伊拄着啥，因拢赢。听有意思吼？因为咱变得亲像因遐尼歹，伊爱咱死，咱嘛爱伊死啊，咱毋是咧？那安尼咱嘛变做甲伊共款哦。
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拒绝互歹较赢，就是避免亲像因。虽然安尼做无的确会当消除咱心中的怨恨，我要甲大家讲，咱心中的怨恨，迄个怨恨真大。有当时啊，怨恨人吼，会当互你怨恨一世人啦。你会记一个人一世人，迄个人吼，有当时啊，就是拢是你的怨恨啊。安尼敢好？总是至少咱会当表明一项代志，咱拒绝变做咱所怨恨的人，这就是一个互基督的听所领到的人的德性。所以咱时常伫基督的内底，咱讲奉基督的德性的基督耶稣的名，对无？爱知影咱这个基督是啥物意思哦？这个基督是咱这个德性，是互基督的听所领掉的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的德性甲这个世界看的德性无啥共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真实的听一定会看清楚好歹。咱更较需要认出来是，咱掠做的听是毋是有可能会对人产生无公义、欺压甲剥削？咱爱认得出来。真歹势哦，有当时啊，咱感觉是听，总是迄个听。有可能是压迫别人的听哦，是毋是有可能安尼？那安尼，这才叫做气色歹选择好的听，会当得胜的原因。多方马加达，这位丁田中锋是一位日本的和尚。是一个宗教学者，伊捌伫美国的 Princeton 大学咧教宗教学。这位日本的和尚，伊用俄罗的话讲着基督教。伊讲，无有其他的宗教亲像会出现亲像史怀哲，就是德瑞莎修女这款的人物。伊因拢真做人类美好道德行为的要紧示范。基督教对世界各地的人权觉醒有真大的功劳，真侪得到重病，就是关伫监牢的人，借着信基督来得到性命的愿望，然后。这位丁田中锋宗教学者讲，伊比较亚洲其他的宗教，亚洲其他的宗教往往是接受命令，就是内化。所以丁田佩服基督徒，就是基督教文化更较重视要转化这个世界。不过，伊嘛提醒基督徒。假使因有一点仔念头，感觉家己是较悬，咧帮赞合约的人，就是感觉家己是神的人，要拯救遐个唔神的人，那安尼随时就失去基督徒的尊贵。我感觉丁田这位宗教学者有真好的观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听是真正的听，是去杀罪恶、选择好的听。这个听，互咱明白家己是啥物人。实际上，咱拢伫罪的关系下面，咱拢是上帝关联要拯救的人，咱拢需要向上帝求讨伊的美好甲良善，因为安尼。才会帮助咱超越兄弟姊妹、种族、文化、阶级彼此相听，就亲像主捌讲过的一句话：约翰福音13章350，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若相听，
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所以要证明咱是伊的门徒，免讲伤多，就去做吧。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这个有罪的人、软正的人，帮助阮，伫阮中间降落你的疼，互阮知，若毋是你死伫十字架顶的疼，阮毋知免哪去疼人。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用互相相疼来证明阮是军队你的。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383首，我打着劝恁，着奉献家己。顺道家己毋通挂过，照你心事分量。咱伫基督正做一体，大体拢有共用。所的温书高撒旦，万事中是认真，神的告诉老家是人，人赞着样式一心，欢喜灵命。听着无价，万分卡亲君好，能听遐济，全如一家，热心相记得，强结心道，听出我人。着救我救助，当有款待撒旦，心寂寞的好歌，恁着专心都无好事。真来三好人来，因为心愿在地上主，就有缘好看呀派。请坐，这是来奉献，请柯明伟这书甲小树儿这书来书献。
请起立唱奉献的歌。一时光到你身边，仰望白白胸前，虽然不当的苦惨，愿你感到愿所恨。咱三角来祈祷，向我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阮、看顾阮，保守阮一切的平安，也引带阮来到主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阿罗。阮满心感谢主，这是阮奉献淡薄的金钱，做教会的事工所用，求主你来降纳。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坐。即是来报告。伫报告进前，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来读两遍。听，着诚心诚意。着万分歹，坚持好。罗马书12章第9节，请。听着诚心诚意，着万分歹，坚持好。罗马书12章第9节，听着诚心诚意，着万分歹，坚持好。罗马书12章第9节。这是咱掀开周报。第一页本周事项甲下周事项组织的详细，请兄弟来看。第二页奉献的部分嘛，请兄弟家来看。有订单的，请向办公室还是总局来提出。第三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立下金审查会伫中昼12点30分，伫701教室要来召开，请审查委员出席参加。第二，妇女团契伫中昼12点半，伫800教室聚会，请妇女团契成员来参加。下主日的消息，桃园教会740周年感恩礼拜，后礼拜迄天2场的聚会合作一场。伫9点半来举行，2场合作一场，欢迎邀请你的朋友做伙来祝福。11月份，伫月中集，长老王浩杰执事，尹立芳、陈世云，传道部伫后礼拜。要召开第2届圣诞筹备会，伫后礼拜下昼7点，伫701教室要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才有增加1点，第4点，主日学会议伫后礼拜结束后，伫905教室要来召开。教会消息部分，12月份祈祷会。题目是为性别公义祈祷会，定伫11月初1拜六暗时7点，伫6楼副堂来举行，请邀请兄弟同心来祈祷。其他消息，合作社理监事会定伫11月初2中昼12点半，伫701来召开，请理监事来参加。大道事项甲教会的100周年活动，请兄弟来参考。即时要请牧师来介绍甲大道。我伫遮补充报告一项就好吼。咱后礼拜咱会做伙伫遮来举行140周年的感恩礼拜。我一直咧想讲，要安怎来表达
生日，一个人生日，敢若亲像咧买一粒金莲果，然后唱了，大家唱了就煞。当有影呢？一个教会生日嘞，咱感觉一个教会生日应该安怎？所以一个教会生日，确实就是一冬的内底，咱经一天来庆祝。总是生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生日大聚会对无？敢若大聚会啊吼！换一句话来讲，搁爱搁行远，搁较侪成绩。教会生日应该爱安尼。换一句话来讲，当然家聚会敢若真厉害。140年是汤地区第一间教会，总是搁较要紧的是。咱爱知影生日的意思，生日的意思是咱爱真正庆祝耶稣基督的肢体伫堂教会堂这个所在，搁较成长的样相。愿咱透过所以选择伫早起时是安尼，然后选择用了，咱会招后礼拜咱会招鼓山教会以及。咱会邀请一寡贵宾伫咱中间，总是搁较要紧的是，咱会做伙留落来食饭。所以，请咱后礼拜，请邀请你的好朋友、你厝内底所有的人来使，咱做伙来庆祝。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这个所在做伙庆祝。总是不只是要找这个金莲果的蜡烛会尔，是透过这个过程，咱搁较体验到。上帝圣神伫咱中间帮助咱做伙，成做伊的肢体快乐。咱这个团体当更较成熟、更较完全，这才是生日要紧的意思。所以帮助咱，所以我无特别放伫下晡，成做一个特会，嘛是这个意思。这是咱的日子，所以咱爱做伙来庆祝。然后，所以莫伤侪服侍，咱做伙来听故事，然后。愿上帝的平安祝福，互咱日子成熟。咱这个团体会当拿来当勇壮，减少一寡互相中间的拉扯。更较要紧的是体验上帝听伫咱中间。上言391首，391首，俄罗天顶主宰。请会众起立吟全首，上演了，请牧师的祝祷。俄罗天顶主宰，从这天地大海，保护万民，朗朗的普天。当心阿拉兄弟，阿拉上为他被表信心。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请先歌队。祝歌。兄
田乐密岛。平安礼，请兄弟互相请安。